家好。如果喺升小面試嘅時候咧，問到你，同學仔啊，你見到呢幅圖，可唔可以描述一下俾我聽啊？係咪覺得有啲困難，唔知點描述好？又或者點樣先為之講得好完整呢？相信咧，準備緊升小面試嘅同學仔咧，一定有以上呢個困難。咁其實我哋咧喺日常生活裏邊咧，都可以多多咁樣去訓練嘅喎。如果你都係以上呢個困難嘅話咧，歡迎大家觀看完整呢條短片，因為咧我 Miss Yang 同我嘅團隊咧係會致力為大家攞到最好最多嘅 offer。所以咧想要 offer 咧就要揾 Miss Yang 咯。好，小面試啦，講翻今日我哋嘅話題，好多家長都知道升小面試好多時候都係着重我哋講嘅語言溝通表達嘅能力啊，係一個口問口答嘅能力。咁但係我哋點樣可以喺日常生活裏邊咧做好呢一個部分呢？咁我哋其實咧可以就地取材嘅喎，我哋咧其實可以咧，譬如頭先講啦，時不時咧將一啲我哋書本上面嘅圖畫啦，都可以問下小朋友喎。其實你哋見到啲乜嘢啊？咁頭小朋友一定會唔知道點答好啦。我見到一隻貓，見到一座 mermaid，好多小朋友咧都可能會中英夾雜嘅。咁但係其實如果咧我哋想做好呢個圖片描述，或者隨手我講乜嘢，你都可以延伸落去講到落去咧。其實我哋做好幾部曲就得噶啦。我哋咧可以首先咧第一步咧就講到究竟你見到眼前嘅係乜嘢嘅名詞啦，即係乜嘢嘅種類啊，乜嘢嘅物件啊，動物啊，定係人物啊？咁第二樣嘢咧，我哋仲可以咧仔細啲描述到佢嘅外貌特徵。外貌咧就係大家最常講嘅顏色啊、大小啊、形狀啊。咁仲有第三樣嘢咧，我哋可以延伸落去諗下，究竟咧我哋乜嘢地方見到佢哋噶？好似呢度咁，原來喺海上邊見到嘅喎，喺岸上面見到嘅喎。然後第四樣咧，我就可以諗下啦，呢個圖畫有咩嘅特別感覺俾到你啊？譬如我覺得好色彩繽紛啊，上邊仲有啲彩虹啊，然後加啲幻想嘅嘢，封面關於啲乜嘢內容噶啦。其實咧，我哋慢慢咧有呢啲幾部曲去訓練小朋友講嘢咧，其實佢哋就可以由我哋本身可能好簡單講咗個名詞，變到講完整一個句子，再繼而講到好有深度，一個 point 接住咁講落去。所以咧，其實咧要訓練大家嘅口問口答啦、表達能力啦，其實係從日常生活都可以，就地取材都可以。最緊要嘅就係用同一個方法，一個 point 引導小朋友講落去啦。多謝大家觀看呢條短片啦，我哋期待更多嘅分享，拜拜。